岁的演员风小月2016年娶了圈外女友洪哲君，两人育有一个5岁大的儿子小木耳。今年1月，他开心宣布老婆怀了2宝，预产期估计是在8月份。原本是喜事一桩，没想到在七夕情人节隔天，风小月心碎的在脸书宣布9个月大的宝宝没有了。我们发现肿瘤的时候已经过30周了，医生跟我们说你有一颗肾没有成型，从本来只是担忧你出生后要面对的手术，到现在完全失去你，我心痛如绞。没有文字可以用来形容失去孩子的痛苦，但我知道你不会希望我因此对生命失去希望。谢谢你这9个月的陪伴，你让我知道我更应该珍惜身边所拥有的、所在乎的。同时，我也经历了这一切的脆弱。孩子，走好，我欠你一次。风小月也非常不舍老婆，太太辛苦你了，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。你不要做那些不会被人家念的事情，不会被人家骂的事情，不就好了？自己一直做错事情还怪别人脾气差哦，就是会有那种，就是我觉得很 confused，就是明明比如说，一件事情你教1次跑不会，2次不会，3次不会，我教你5次到10次，你总应该要进步或是会了吧？但是你就感觉他是没有想学，就是没有那个心。或者是他就觉得我的方式是对的啊，机器人我只感觉我是跟个机器人结婚每天早上7点起床，9点吃早餐，11点半订 Uber Eats，11点50下去拿 Uber Eats 的餐，然后1点2点开始做自己的事情啊，或是看看我要做什么，处理什么事情啊，或是买家里的什么备用的东西，他很愿意做，但是他从来不跟你聊，他完全不关心你的心情最近怎么样啊，彤彤你最近心情好不好啊，或者你昨天去录的拍戏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啊，你 NG 很多次吗？从来没有，他就是一直听自己的 Bon Jovi， 或者是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。但是他很棒的一点是，他会帮你买好早餐，倒好垃圾，洗好碗，洗好衣服，拖好地。服务的晨晨，但是晨晨这些事情我请个菲佣来做都比你强。我不是要一个很会做家事的老公，我要是陪我聊天，陪我就是吃饱饭，然后2个人在街上散步那种很简单的幸福。从来没有吧。然后我就觉得，那这样你跟我结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然后外界的人都会觉得，哎呀，王彤对艾成好凶哦，什么或者是艾成好可怜哦，因为被王彤这样逼着。可是我已经忍受了10年你这样子的机器人的生活嘞。我们在一起10年，你就是以前，包括我们去日本玩，他一上那个地铁，我们从那个迪士尼出来，然后地铁门一打开，哇，终于有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全身都是汗，然后很累，然后我还拎着行李哦，然后你就看到一个胖子，他那时候80几公斤、90几公斤，就从一个黑影从我面前这样砰冲过去，他就坐在那个位置上坐下来了，这样就是通常会不会是会让给老婆先做啊？然后我就传讯息说，我们先彼此冷静一下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好困惑，让我好困惑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结婚每天我就面对一个木头机器人，然后你
一同进城也不管，就好像这个婚姻不关你的事。我就想说 ，sorry， 是不是你一个人会不会比较好？就是你还不用再花钱照顾我，你也不用花时间照顾我，你也不用再花心思买礼物给我，或者是你还要送哈鲁去洗澡什么，就是一个人反而比较清闲。